當一個乳癌患者需要做一個全乳切除嗰陣時咧，佢都會考慮究竟需唔需要做翻個重整。有好多客觀嘅理由，譬如話係唔對稱、唔平衡啊，或者甚至乎係佩戴義乳嘅唔方便嘅理由啊。但係其實最緊要咧，都係佢自己本身心理上咧，可唔可以接受呢樣嘢？呢一個係一個好個人嘅決定，佢唔需要咧向別人交代嘅。如果決定咗預防重整之後咧，我哋第一樣要考慮就係即時做啊，還是係遲一步先做？即時做嘅好處咧，就係一次過手術處理咗，唔需要翻轉頭再做。我哋亦都可以保留到多啲皮膚，個皮膚冇受到疤痕影響咧，做出嚟嘅對稱咧係比較理想嘅。第二樣嘢咧，我哋又要決定我哋可唔可以保留到乳頭乳暈。若果可以嘅話咧，就一次過手術可以處理咗啦。如果唔得嘅話咧，我哋就分開兩個階段。第一個階段做翻個乳房形狀先，次一步先做翻個乳頭乳暈。重整翻乳房嘅形狀咧，基本上有幾個類別。第一個類別咧就係用翻自己嘅組織，第二個類別咧就係用翻呢個假體，即係直膠。第三咧就係一個混合嘅方案。假體手術咧，其實就係將一個直膠置入呢個皮膚底下邊。呢個直膠咧係相對性係安全嘅，佢個手術亦都係比較簡單，個康復時間咧係比較快。但係佢亦都有佢自己嘅考慮。如果傷口有感染嘅話咧，你有機會要將個假體拎翻出嚟先得。第二咧，你身體會知道呢個假體係外來嘅物體，會有浸膜咧包住佢。大部分時間咧，呢個膜咧都係好薄嘅，但係有1成至2成嘅機會咧，呢個膜咧係會變厚嘅。第三咧，呢個假體咧係未必一定可能係永遠係留翻喺身體裏邊，又會有破漏嘅風險嘅。我哋話係1年1% 嘅機會，即係意思話咧係10年之後咧，你有1/10嘅機會咧，可能要將個假體拎翻出嚟，替補一個新嘅落去。自身組織其實就係用翻自己嘅脂肪去做翻乳房，個質感係比較相近嘅。但係脂肪如果冇咗血液循環咧，會壞死會流走，所以咧我哋利用咗個肌肉咧去供應翻個血液循環。常用嘅咧就係個背闊肌同埋嗰個腹直肌。但係咧背闊肌通常咧係個背脊係比較薄啲咧，我哋要用一個混合方案，即係意思咧加一個假體先做得翻個乳房形狀嘅。自身組織個手術係比較複雜，所以咧個康復時間咧亦都係比較長啲嘅。重整嘅乳頭乳暈咧，我哋通常咧就係等你完晒所有療程先處理，即係意思你嘅化療啊同埋電療。若果唔需要嘅話咧，我都會等3個月後先至處理嘅。重整乳頭乳暈咧係2個步驟，第一個步驟咧係用翻你個局部嘅皮瓣做翻個乳頭，然後等個傷口愈合之後咧，再用紋顏色嘅方法咧去做翻個乳頭同埋乳暈嘅顏色。其實咧乳房重整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案，個病人咧可以同個醫生咧一齊去商量，一齊去揾一個最啱佢嘅方案。請支持香港乳癌基金會。